很多人都说虎毒不食子，但在无尽的恨意面前，也有不少的人跨越了这一条鸿沟。萧策和他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一对母子。那么为何两人关系会走到这种地步呢？我们话接上回，在太医帮助萧策换了下药后，萧策便沉沉地睡了过去。接下来的3天时间中，楚乔一直陪在萧策的身边。经过太医的治疗，萧策的伤势果然有了好转，脸色也稍微好看了很多。但是楚乔却没有意识到，真正的危险正在一步步地向着他们走来。第4日上午，楚乔正在一旁坐着，给休息的萧策打扇的时候，怡心殿门外就传来了一些嘈杂的声音。出什么事了？楚乔低声询问了一下，很快一位萧策的贴身宫女便跑了过来，凑到了楚乔的耳边，小声地说道：“太后回宫了。”听到了这句话，楚乔也连忙走了出去，但是还没走出怡心殿之前的怡心门，就看到了太后的凤驾缓缓而来。民女楚乔见过太后。楚乔无奈之下，只好先给太后请安，毕竟两人之前也见过几次面。不过这一次，楚乔看到太后的面容后，却不由得震惊。才短短几年没见，太后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满头的白发，脸上也布满了深深的皱纹，一双眼睛几乎全部凹陷了进去，眼球也是通红的一片。侧儿，我的侧儿怎么样了？太后刚一下轿子，眼泪呼啦一下的就流了出来，然后四处询问萧策的情况如何。你们这帮奴才怎么伺候的？要是皇帝有一点事，你们全都给我陪葬。稍微得知萧策并无大碍后，太后便一边流泪一边骂着那些奴才，然后抬步向着怡心殿中去看望萧策。此时的楚乔也只好再度跟着前去，却没曾想被太后身边的一位宫女给拦了下来。你是何人？为何在这？太后来看皇上，其他的闲杂人等立刻回避。这位宫女完全不给楚乔面子，就将其阻挡在了怡心殿的大门之外。一旁的梅香刚想给楚乔说几句话，就被楚乔拉住了衣服，向后拽了拽。知道了。楚乔轻轻点了点，应了一声后，就带着梅香几人离开了怡心殿中。不过在路上，梅香越想越气愤。小姐，明明是皇上让你陪着的。听到梅香的话后，楚乔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人家母亲回来了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留在里面？”这句话也让梅香不知道该如何反驳，尤其看起来太后还是很疼萧策的。不过两人刚走着没多远，孙弟便准备去给萧策禀报一些事情，刚好几人就撞了个正着。姑娘，你怎么不在怡心殿？孙弟看到楚乔走出来后，微微一愣。此时皇上还没好，楚姑娘不应该一直留在怡心殿中陪着他吗？太后回来了，把我们家小姐给赶出来了。还没等楚乔解释，一旁的梅香便抢着说道。听到梅香的话后，孙弟立刻意识到不对，然后转身就向着怡心殿大步走去。太后是谁接回来的？陛下遇刺的消息外面并不知道，太后怎么会回来？孙弟的一席话也让楚乔感觉到事情不太对，两人一同大步向着怡心殿走去。但刚走到怡心殿门外的时候，就听到了大殿内传来了一阵剧烈的惨叫声。此时楚乔和孙弟再也无法镇定了，猛然推开了怡心殿的大门，冲了进去。眼前的一幕可以说是让楚乔终身难忘。封建制度下造就出的凄凉结局，萧策母子相残，但萧策最后还是保留住了心中那一份善良。在此时的怡心殿中，只见太后手中握着一把匕首，在她苍白的脸上和华贵的衣服上全都布满了猩红的鲜血，完全不像是刚刚楚乔见到的那个温和的老妇人，更像是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魔鬼。我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，为洛儿报仇！太后此时对着床上同样浑身是血的萧策怒吼道。在此刻，楚乔才意识到，原来有些仇恨是不能随着时间而淡化的。要说太后为何要杀自己的儿子，还要从萧策父亲那里说起。当初身为大梁皇帝的萧策父亲喜欢上了自己的婶婶，也就是如今的这位太后，但当时他的婶婶已经结婚生子，孩子的名字就是叫做萧洛。但萧策的父亲为了将婶婶得到手，便将萧洛的父亲害死，然后迎娶了他的婶婶，并且将其册封为皇后。之后二人生下了萧策，也就是说，萧策跟他之前杀掉的萧洛洛王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两人的一战就是为了皇权而争夺。但是现在萧洛也死在了萧策的手中，在太后的眼里，萧策父子二人就是他的杀夫杀子的仇人。她从未将萧策当作自己的儿子，更是恨不得将萧策杀死，替丈夫和儿子报仇。
所以太后便策划了今天的这一场戏。之前那个老太监也同样是太后所安排的。这件事楚乔同样也是知道的，但从未想过太后对于萧策的怨恨竟然这么深，深到了连亲情都可以忽视。这一幕彻底让楚乔呆住了，陷入了一种很深很深的沉思。众多回忆和往事全部涌上了心头，让楚乔再度晕了过去。楚乔再度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四下已经一片寂静了，恍惚之间还以为自己刚刚在做梦。楚姑娘呢？此时门外也响起了一个男子急促的声音。听到这个男人的声音后，楚乔也意识到了那并不是做梦，连忙披头散发地跑了出去，脸色苍白得像只鬼一样。陛下要见你。孙帝看到楚乔的样子后，也不忍地低下了头，轻声说道。而楚乔也只是安静地点了点头，便慢慢地向着怡心殿走了过去。此时的怡心殿已经安静了不少，太后早就被带下去看管了起来。那些忙碌的太医们进进出出，却没有一个人说话。楚乔绕过了太医，安静地走到萧策的床边，看着躺在床上的萧策，轻声地说道：“我来看你的。”似乎是听到了楚乔的声音，原本闭眼休息的萧策缓缓睁开了眼睛，费力地扭头看向了一旁的楚乔，然后艰难地伸出手对他招了招。乔乔。听到这两个字，楚乔的眼泪不争气地滑落了下来，连忙上前握住了萧策的手。这才几天的时间，萧策已经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。先前太后对于萧策的那几刀，全部都扎在了要害之上。如果不是因为太后年龄太大，力道不足，此时萧策已经归天了。别哭啊！萧策伸出手指，轻轻拂过楚乔的面颊，将他的眼泪都擦拭了下去。都怪我答应过会一直陪着你的，我不应该出去的。楚乔此时已经泣不成声，如果自己当时强行跟进去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件事了呢？怎么能怪你？那是我母后，谁能想得到呢？萧策此时的声音有气无力。是啊，谁能想得到一位母亲竟然会狠心对自己亲生儿子出手呢？在楚乔的一生中，最真心、最真诚对他的只有3个人。当初这3个人都甘愿为了他付出所有，但如今其中一个跟他走上了末路，成为敌人，另一个被杀身亡，他的身边也就只有宇文悦一个人了。我们话接上回，楚乔蹲在床边，紧紧握着萧策的手，不断地说着：“你会好起来的，你现在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事情都不用管。”但是萧策就跟什么都没听到一样，依旧自顾自地说着自己的话。原本想要亲自送你出嫁的，现在恐怕是不行了。说到这里，萧策还不忘挤出一个笑容，似乎是在安慰楚乔。不会的，你不在了我怎么办？我没地方住，谁让我白吃白喝？楚乔现在发了疯一样的哭喊着，这是他再度看到了一个好友在自己身前逐渐的走向死亡，但是自己却无能为力。乔乔，扶我起来。听到这句话后，楚乔先是一惊，然后立刻连忙摇头，但是看到萧策固执的目光后，心中一痛，还是小心的将他扶了起来，然后帮他穿好了衣服，带着他坐在了窗前的椅子之上。乔乔，我头发乱了。此时楚乔依旧安静地点了点头，然后就走到了桌前，拿起了梳子，开始给他整理头发。很快楚乔就将萧策的头发梳好盘好，但是拿梳子的手却越来越颤抖。好看吗？萧策此时并未回头，只是安静地注视着前方问道。帅呆了，帅呆了。楚乔点头，强颜欢笑地说道。呵呵，这是夸我吗？萧策看到楚乔点头后，也开心地笑了起来，而楚乔却强忍着心中的悲凉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心愿吗？”就像是永别时的那个问候。此时的楚乔也打定了主意，无论萧策有什么心愿未了，他都会帮他完成。心愿没有了。萧策想了许久后，才轻声笑道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还是说道：“乔乔，让我抱抱你。”说着便慢慢地转过身去。楚乔见状，连忙上前抱住了萧策。你恨他吗？楚乔再度问出了这一句话。不恨，谁让她是我母后呢？
萧策说完这句话后，便将头安安静静地靠在了楚乔的肩膀上。就这样，两人持续了一段的时间，直到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了两人身上。在这扇窗户的外面，跪满了大梁的那些大臣和宫女们，最前方的就是孙帝了。此时，孙帝望着楚乔，目光之中带着颤抖的询问，而楚乔现在的身体已经麻木，许久之后，便轻轻地对着孙帝点了点头。皇上驾崩！随着孙帝一声喊出，整个大梁皇城到处都弥漫上了悲伤的哭喊，绵长的丧钟也穿透了夜间的雾霭。随着丧钟敲响后，一个宫女也顺着悠长的走廊跑到了孙帝面前，小声地跟孙帝说了几句什么，大致的意思是太后在丧钟一响后便一头撞在了桌角上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整个大梁的皇宫中都笼罩上了一层阴霾。第二日一早，孙策就开始筹备大梁国丧，所有人都穿着素色的衣服，原本繁华的京都街头也变得十分的萧条凄冷。第5日的时候，宇文悦便得知了这个消息，派遣部下来接楚乔离开，但楚乔这一次却放弃了宇文悦，选择固执地留了下来，因为他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，没有办法肆意地离开这里。曾经的种种事情，一瞬间都已经物是人非。但即便是萧策真的走了，在楚乔的心中，他依旧是还活着。那么楚乔接下来会在大连京都中做些什么呢？我们明天再聊。